这个地方就是陕西特色小吃，店特别有名。好好好，还是认识了你们，否则的话可能就此擦肩而过。纸和米非得烧个意思，中午来时哎，兔子脸是个富，但是米可以吃汤。陕西特产田七苗，像一种树叶啊，涩涩的。陕西回锅肉，味道好极了。轻轻煎讲，稍微有点肉夹起。别个讲得相反一点，有都侪听不懂的。搿只回锅肉我估计你吃不那个，那树叶炸比较来。这就看着辣。想上离开市的辰光蛮傻。先来一碗不辣的。那么这个蹄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上面菱形的蛋皮是吧？哦，酸溜溜的，对，也可以吃上去当水它。有点尾巴也死了，一点不辣。哦，这个是皇后娘娘吃的小碗面。下趟你我讲我面谁一张我要是吧？来年总要吃个后手，要是吧？今朝一点菜再失望的大概侪是一张五折。那个在讲国人食力不一样，门吃啊，在家里面不是食堂就是压力锅，没有这味道。要是我发现呢有个特点，当然屋里向闲话懂得不得了，在外头来侪没闲话的。哦，来吃的。那个侪是有意个热闹是吧？一早一进啊。一进。当然，开海热闹会到屋里外地谁开着？你开再嗨。那下头热闹带出来，烧开，你可以上头一撇一层。像你这样盖上了3层得了，筷子劈脱一层切脱，等头些还出来一层，可以劈3趟。搿个么是真家伙，你动也分动，劈脱手里不还毛呀？你烧开子哪毛啊？就是所在菜市场有种日日是一个热闹，特别居高的。我觉得走来晒一晒，看到上面也有个人。对的。如果没搿只物事，谁说明你已经经过处理着？那才去毛呀！晒晒看来鉴别，身心热闹30天个，60天个，90天个。不能让讲么切开动着。你刚才讲点物事，一搭点辣椒是谁晓得伐？搿当然，搿辣椒搿么做周日个嘛，比你清爽了。不是个，那么所以讲门口那个热闹摊头啊，这一等来一搭毛得脱。你自个包了，你收这个山区门口头来嘛，人家肯定是飙操。懂个人晓得。有几个人懂家？搿个一揉是10揉包。搿么按照来上讲法，从太子热闹一点点营养没得了。你钙分过来了。搿么啥子哪钙别了？它吃钙片少。蛋白质它钙。皮12.500，维生素 E500，又还有各种激素的它哦。凡是脂溶性的嘛，侪拿脱。水溶性没有了了。你譬如讲吃个胡萝卜，伊是维生素 A 牛脂溶性的，所以你拿根红萝卜夸啦夸啦煮里小了，搿没用上的，切做下去烧脱的。搭番糕一样呀，你拿个番糕切子等辣鱼里向一拆，接得进鱼，胡萝卜素统统到鱼里向去，你是鱼溶性。按照你的意思讲，搿种胡萝卜了番糕了，生吃没营养个了。生吃没营养嘛也有好处，因为你维生素 C 增过来了。哦，要啥那个粗得不得了。不要去旁里嘛。不碰内功呀！我真真搿烤子上来烤了，我就拿只台子板凳来烤一烤。一口味道侪是搿种三角像烂脱个肉搿样个味道，你也闻呐？热乎烧烧会有。一吐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搿个里向血虫侪爬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侪是个虫，你搬进来高头虫来跟吐过噻。日吐个。你日吐个？啊。搿我带只来子哪副虫来不看见个？搿么你吐子嘛也是我别用勿着吐个了。不是吧？我前两天夜份吐个，搿夜份看见来吐个。搿么用勿着应该都要吐个。日吐吐丰富的都是一个颜色来看。再这个黄脱个水机像大吐粉，大海吐粉高运动没在那个水放的。一盆看出去，实在好，它是非常放了一只桶里向的。那么洗衣机里勾排衣裳的水，再放了一个里向，鸡肉把吐粉搓抹布。